来乡亲啊，今仔日3月7日是300国际妇女节，嘛有人讲是女王节。但是女性朋友伫个家庭甲工课垃圾上头烧，是自我警惕讲，毋是女王啦，是女仆。根据着人力银行上新的调查，有超过3成以上的女性感觉讲家庭压力真歹承受。 什么日子吗？今天不知道，今天是3八妇女节啊。对啊，没在过这种日子啊，我急哎呀，3八。你没有在过这个日子吗？哎呀，挣钱都来不及了，抢鸡蛋都来不及了，还开什么节啊？今天人家都听3八女王节，那你是女王？哦，不是女王，我是女仆。一双手是甲厝打起来的手，嘛是夹袂起来妈妈的手。家庭甲事业两边走的妈妈，都参像是一粒甘露无用甲玲珑色。他不加糖的话，就1比10。 有偌侪女性的日子真久无加糖咧。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，超过3成以上的女性感觉压力真大，尤其下班休困，佮爱无用厝内代志上介忝。蜡烛两边烧了上介严重的女性，大部分是台中团保、医护甲科技。要打破这种所谓的这个男女劳工同工不同酬的一个窘境化，平均预估要在加薪7341元。 不管是大路线也是细条巷啊，会用的遮尔清气，拢会感谢有女性清洁队员。透早无用工课，暗时无用厝内。严格台湾女性劳动参与率，会用的讲是1点啊都无进步。2012年头一遍破5成了后，10年来增加无到1.5%。 比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农业阁较低。人力银行业者的建议，请照顾红的爱教，嘛爱护全家薪水，才用的鼓励阁较济勇敢的妈妈。现在很少像你这么勇敢的。几个小孩？5个小孩，这是第几个？第5个。还会再批第6个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限量版了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